家好，個名字叫陳俊。我係陳俊爸爸，大家好，我都唔知邊個講嘢。開始。大家好，我名叫陳俊。我講早上加油足球隊。祖兒是一個出色的蛋糕烘焙師，他是一個出色的吉他手。依家仲未醫嘅，仲未醫啊？讀啊！仲未醫吧？因為個名？他也是一個出色的足球員。他對媽媽說，下星期學校足球隊會選8球員。我想入。我唔入啦喎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